純音頻同視像 podcast 嘅分別，其實唔只係多咗個鏡頭咁簡單嘅。首先，我哋睇下製作流程，兩者嘅工作量其實有好大嘅差別。Audio podcast 好簡單啊，你只係需要處理收音同埋音頻嘅後期剪接，但係Video podcast 呢，你仲要顧埋現場嘅燈光同埋畫面構圖，仲有鏡頭之間嘅切換同埋好花時間嘅影片剪接工作。第二係器材需求。Audio podcast 一支咪加一個音頻界面就搞掂，Video podcast 就需要額外嘅攝影機同埋影像切換器，例如 Roland VR 1HD，甚至你仲要準備好多 HDMI 線同埋影像截取卡先得。第三係發佈平台 Audio podcast，主要係擺上 Apple Podcast 同 Spotify，而 Video podcast 嘅優勢就係可以同時放埋上 YouTube 俾人睇。最大好處係影片可以拆成短片，放上 IG Reels 同 TikTok， 一魚多食。所以如果你想最大化內容價值，Video podcast 絕對係未來嘅必然趨勢。